美国国务院表示，国务卿布林肯与曾经被关押在东突厥散的维吾尔人士相会面。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布林肯会见了7人，包括曾经被拘留人士、他们的亲属和维权人士，聆听他们的经历。会面的目的是展现美国的承诺，要求中国停止对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族裔的破坏和种族灭绝。普莱斯说，会面显示拜登政府对维吾尔问题的取态明确和一贯，认为当地存在种族灭绝。中国商务部公布，中国与乌克兰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乌克兰政府关于深化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合作协定》。上月底，中国曾对乌克兰施压，要求乌克兰推出支持加强对维吾尔人权进行调查的声明，否则将扣留预定运往该国的中国制疫苗。商务部指，部长王文涛上周三与乌克兰基础设施部长库布拉克夫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协议。根据协议，中乌双方鼓励两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在道路、桥梁、轨道交通等领域积极开展合作，推动构建两国更紧密的经济联系，并将为实施合作项目提供必要帮助和支持。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7月5日在东京的一场演讲中表示，中国如果侵犯攻击台湾，日本依安全保障相关法规，有可能行使受限的集体自卫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麻生太郎的言论极其错误并且危险，我们绝不容许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插手台湾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沃尔苏拉·冯德莱恩表示，他们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计划于7月20日访问北塞浦路斯感到非常敏感。在与欧洲议会主席大卫·萨索里和担任欧盟伦理主席国的斯洛文尼亚总理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这位德国政治家还重申，他们永远不会接受塞浦路斯的两国解决方案。彭氏骗局中挪用数千人的资金的嫌疑人麦美提艾丁已移交司法部门。土耳其媒体日前报道，一名因涉嫌在彭氏骗局中挪用数千人的资金而在逃的土耳其国民已被引渡到土耳其并被拘留。据 BBC 报道，艾丁上周在巴西向土耳其当局自首后，于周六被带到土耳其，经过26小时的审讯后被移交给司法部门。麦美提艾丁据称以农场银行的名义欺骗了数千人后逃往巴西。据报道，返回土耳其的艾丁在伊斯坦布尔警察局接受了有心理学家参与的审讯。当地时间7月6日晚，2021欧洲足球杯半决赛进行了首次较量。90分钟比赛1-1战平后，意大利最终通过点球大战4-3击败西班牙，时隔9年再次闯入欧洲杯决赛。土耳其布尔萨乌鲁达大学的维吾尔学生在突厥世界和兄弟民族研究中心举行了一次有意义的聚会。由麦美提玉吉教授组织的活动中，师生唱突厥民歌，同时享受土耳其世界美食。音乐研究员艾尔达姆副教授用杜塔尔演奏了由维吾尔作家阿布都惹伊木乌贴库尔创作、由阿布都惹伊木埃伊特弹奏的维吾尔民歌。活动期间，艾尔达姆先生还谈到了中国在东突厥散的种族灭绝和在土耳其的维吾尔学生的情况。